来啊，咱着摇花唱歌，叫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咱三角的吟诗学了上帝，献诗67首，献诗67首，我心学了上帝，请起立。请坐。咱三个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我感谢你，你无嫌阮的不足甲不配，拣着阮成做你的学生，也爱阮学习你的款式，讲话行做，也互阮会当引带搁较侪人来到你面前。甲阮共款来欢喜做你学囝儿，行伫你的旨意的路。总是阮定定认心，自尊自高，掠准家己足熬，所行无趁你的教示，所做嘛无照你的旨意。爱阮行的，阮偏偏无要去做；爱阮去做的，阮偏偏却去行。主啊，恳求你搁一摆赦免阮的罪，教导阮，互阮知阮所应当爱行的路，互阮会当愈来愈行，会愈合你的旨意，通引带搁较侪人来甲阮同行这条天路。阮感谢你赏赐阮台湾这个真水、位置搁真重要的岛国，互阮有丰富的资源、物产、海洋、平原。特别有侪真诚恳、真孝情、佮真热心的人民徛起伫这所在。阮感谢你，总是阮久久受到强权
会受伤欺压，将阮伫即个才想要爱阮即个所在。主恳求你，搁一摆来提醒阮，互阮知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母语是凝聚意识认同的元素。台湾久长伫无合理的教育政策下面，互阮失去母语的能力，无法度凝聚台湾的意识。主啊，恳求你去刺察阮的心，特别互阮注意伫母语的抢救甲传承的工作，为家庭、教会、工作的领域来做起，认真学习，嘛勇敢用专业的母语来讲话沟通。昨希罗岛联盟所发起的反并吞、拒绝中国霸凌，用全民公投来决定台湾的未来的活动，阮看到真侪人为着阮台湾会当用台湾的名来自信，徛伫世界舞台，有13万人拢徛出来。主，阮恳求你，搁一摆来坚固阮的心，互阮有信心，互阮会当果然会当真有自信来徛伫即个世界舞台顶，来讲阮是台湾人。主，阮的祈祷无完全，也无够额。这个时阵，阮要做伙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下面，咱要请最学的学生，两个学生卢文妮甲曾辉旭同学，要带咱来交读课文。课文第28篇，课文第28篇，记载伫圣诗后面第42啊。课文第28篇，诗篇139篇。耶和华啊，你已经监察我，饶我。你对远远知我的念头。我一切所行的，你也清知。你伫我的前后为我。即款的财物奇妙，我袂袂测度。我要去倒落闪避你的城。我若上天，你伫遐。我若天开清早的时。就若伫遐，你的手也要引带我。我若讲黑暗白夹看我，就黑暗也袂会夹看我，互你无看见。黑暗面亲像计时发光。上帝啊，你的意思对伫我到遮宝贝。阮若要算伊，比海沙较济。
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看我为虾米歹所行无。下面咱要搁起立来吟圣诗，圣诗414首，圣诗414首，主日学的学生，请起立。请坐。下面学乐，咱要请儿童合唱团，要带咱来学乐，因要吟2首诗。第一首是《哈利路亚》，学乐著名；第2首是《我要大声》，学乐。
古做囡仔也用真水的声来献给上帝。咱下面要共读圣经，咱有愿要请拄则两位同学来带咱来读圣经。圣经，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记载伫两位。第一位伫箴言第4章20到24节，箴言第4章20到24节。现代中文译本第812页，台语汉语本第690页。阮要用台语汉语本来读。我的囝，着注意听我的话，耳孔听我所讲的，毋通互伊离开你的目睭，着记牢伫你的心内，因为找着伊的人，就得着活命，搁通身躯得着勇行。你着尽力保守你的心，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你的喙着拄去射劈，你的喙唇着离开凶恶。第二位记载伫箴言第23章26节，箴言第23章26节。现代中文译本第835页，台语汉语本第716页。我的囝，着将你的心献互我。你的目睭也着欢喜我遐的路。下面信息，咱要请本堂师牧师，伊所要传讲的信息是将心归予上帝，将心归予上帝。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总会所定的教会教育事工奉献主日，要来提醒咱宗教教育的重要性，也互咱知教会就是咧信仰学习顶悬，教咱教到会晓的所在。所以教会就是学习信仰功课的所在。咱所信仰的上帝，是伟大搁通敬畏的。只要上帝的囝儿，搁有一口气存在，拢爱不断学习，搁较济、搁较深来认识咱的主上帝。通过信仰的学习，互咱甲上帝的关系不断来更新改变，互咱一世人行伫主的道路。咱即时做伙来祈祷。主上帝，阮要感谢你。伫主日的时，阮会当来到圣殿敬拜你。信心上帝，阮欢迎你来进入阮的内面，帮助阮会当将你的话加做阮的帮助。也恳求上帝欢喜接纳阮今仔日伫遮的礼拜，会当加做芳芳的祭献互你。阮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要先来看一曲，咱的。一个啦吼，咱的教会儿童宣教营的学生所演的默剧，因的内容是主耶稣替咱钉死伫十字架顶，十字架是耶稣基督付出性命的代价，救赎咱的一个记号。但是十字架有人就甲伊安尼擦身而过，十字架有人也根本无看到伊存在的意义，十字架。也有人甲伊当作只是一个砖头尔。当有人将心归予上帝，高举十字架时，会为着家己甲周围的人的性命带来改变，做伙将性命、将心归予上帝。咱即时就做伙来欣赏。
愿遮囡仔今仔日的服侍，会当诚做芳芳的祭献予上帝。各位兄弟姊妹，拄则咱伫看即出默剧，带互恁虾米款的感动？今仔日的圣经箴言第4章23节讲：你着保守你的心，赢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对心发出的。所以规本圣经拢直直咧提醒咱一件代志，就是爱尽力保守你的心。上帝看重咱的心，因为上帝看重咱的心，因为心决定一切，是活命的根源。主耶稣伊伫路加福音第6章45节有讲：好人对伊的心所积聚的，就发出好来；歹人对伊所积聚的歹，发出歹。一个人的心所充满的，嘴就讲出来。是啊，咱的思想会带出一个行动，这个行动若常常做了后，就会养成咱的习惯。咱习惯某一个代志了后，就会变做是咱的个性。个性就会决定咱是啥物款的人。所以咱心内伫想啥物，会影响到咱诚做啥物款的人。犹太人有一个观念，因非常看重一个人的心，因认为心对啊，你的行为就袂歪错到倒位去。所以圣经强调，耶和华上帝是监察人的心的主。伫新约圣经，行洗礼约翰，伊正人讲：天国近啊，恁着悔改。几年了后，主耶稣出来传道理，伊也讲相款的话：天国近啊，恁着悔改。过几年了后，耶稣的学生彼得带着信心的开来讲道。迄当阵有几啊千个人在听伊在讲话、讲道理，听了后，伊的心内真刺激、真感动，就问彼得讲：阮着怎样做？彼得讲相款的话：恁着悔改，信耶稣，就会当得救。你为咱发现，因3个人拢正人讲：恁着悔改。基督徒若是会当明白啥物是悔改，咱就抓条基督信仰的精神。信主以前，咱每一个礼拜日，拢是安排去做咱家己以外的休闲活动，或者是做家己以外的代志。即马咱是拢来教会参与聚会、参与活动。信主以前，咱拢是去庙里拜拜。即马咱是来到教会祈祷。各位，请问这就是悔改吗？这就是悔改嘛？其实悔改真正意思是180度向后转，也就是讲，咱的心爱对世界180度来转向上帝。耶和华上帝讲：恁转向我，我就转向恁。也就是讲，信主以前，咱追求世界，追求无同的名牌。咱的心是向着这个世界，即马咱是咧追求基督，尊主最大，掠主最阳光。咱的心是向着上帝，这就是悔改。例如有真侪人有好的行为，但是伊无一定有悔改。不过照圣经的讲法，当咱若真心悔改时，一定有好的行为来产生。有时咱会看到民间宗教的信徒，或者是无神论者，因嘛会当行出好的行为。安尼因就会当得救吗？
无，因为因无悔改，因的心无转向上帝。兄弟姊妹，咱生活的中心甲焦点，拢爱注目伫上帝，这才叫做悔改。只有悔改，天国才会临到伫咱，也就是咱要将咱的心归互上帝。箴言第4章23节讲：你着保守你的心，赢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对心发出的。安尼心代表啥物？心是人的意志甲决定，心也是思想、意念、道德甲感情的总合。心阁代表你的想法、观念、个性等等。心也象征一个基督徒的信仰使命。基本上，基督教是一个看重内心的宗教，甲台湾传统的民间宗教无同款。传统的民间宗教拢是考劝人爱做好事、爱积功德。基督教的信仰却是要改变人的心，互人会当对心底欢喜顺服上帝旨意。心智换心来改变，所以基督教甲其他的宗教是大大无相款。耶利米书17章第9节有讲：人的心比万面较诡诈，歹到极头。兄弟姊妹，这就是咱为什么需要这份宝贵的信仰，为什么需要耶稣基督福音的缘故。对咱信耶稣开始，上帝对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期待，就是要将咱的心归互伊，对心底愿意跟对伊、听叹伊、来听伊，这就是心灵真实的敬拜，这才是真正的基督徒。另外一位的圣经有读到箴言23章26节，讲：我的囝，就将你的心归互我。你的目睭也着欢喜我的路。上帝从来拢无爱咱，大先为着伊做啥物？上帝爱的只是咱要将心归互伊。各位，咱在传福音的时，咱袂大声对对方讲：我甲你讲，我要甲你传福音，你爱先奉献金钱，才会当进入教会，耶稣才会听你。兄弟姊妹，咱敢会安尼做？绝对袂。咱只要将咱的心拍开，归向上帝，主耶稣就会当加做你的救主。简单讲，咱的信仰是内心的信仰，内心的宗教。我细汉的时，我伫教会儿童主日学大汉，主日学老师有教我一首诗歌，叫做《我们心中两个王》。咱中间会晓唱的，甲我做伙来唱吼。我们心中两个王，看看哪个比我强？一个要我下地狱，一个要我上天堂。下地狱的是魔鬼，上天堂的天国王。信靠耶稣的进天堂。咱这场唱甲上大声，最大声的一场，可见咱细汉的时拢有伫主日学大汉，都大家拢足熬的吼。各位，伫咱的心中，的确有两种的困难在诱导咱。当咱的心归向什么人，咱就属伫什么人。约翰一书第5章19节有讲：咱是属伫上帝。全世界拢踮伫迄个派的，所以当咱的心归向世界，咱就属伫撒旦，因为撒旦暂时管辖规个世界，伊是世界王。总是咱的心归向上帝时，咱就属伫上帝，自然就真愿意为着上帝做一切的代志。请兄弟姊妹，咱每一天的思想，
总是慢慢啊在造就咱即个人。也就是讲，你是好人还是歹人，是对你的心在受啥物来决定。所以，看一个人的行事为人、言行举止，咱就会当判断伊是啥物款的人。所以，心安怎对一个人是偌尔重要。安尼，咱要安怎帮助咱家己，将心归互上帝呢？第一个，就是爱约束咱的心。咱真容易互世界俗事来影响、来搅扰。顶个月我有一个好朋友，伊的厝里买了一台日本原装进口的6万外块的冰箱，伊真欢喜，就招我来去看。我一日到因兜看到迄个冰箱吼，我嘛非常意外。我就心内底想，哎哟，若是阮兜的冰箱会当换迄台吼，毋知有偌尔好。各位，咱的心的确真容易受到世界影响。咱每一个人嘛一定有即款的经验，就是当咱下决心，甲上帝讲：上帝啊，我决定，我每一工拢爱有读圣经、祈祷、灵修，甲你亲近的时间。但咱真正在读圣经、灵修的时，咱的思想拢会安那常常分心，一时啊就想到，哎哟，假使罗的会乖啊袂，吼，我一时啊就想讲，啊，等下吼我会记哦，啊，佫有一个电话爱回哦，无着啥物，暗时要出门，我要穿啥物衫，就开始在想啊。咱在灵修的时，咱的心思意念常常无法度受到控制，拢会黑白受。所以一定要约束咱的心。除了靠上帝的话，靠信心的帮助，还佫需要靠上帝予咱坚定的意志。咱毋通完全拢赖互上帝，上帝我要灵修，你帮助我，家己却袂出力。各位兄姐，你我拢有责任。当心思意念分心的时，咱要用上帝手术坚定的意志，将伊抓倒转来。当咱会当约束家己的心的时，就较容易控制家己的欲望。即马世界在流行啥物？有当时咱看到，虽然有当时心会叮当一下，不过会当控制，会当理智来判断，即个有适合我，也无适合我。这也是咱每一个基督徒爱学习的功课，约束家己的心。圣经讲。箴言16章32節有講，管轄家己的心的，贏過厝着城。各位，咱的心遮爾細，如果會當甲伊控制好，就親像得到一個大城市同款。心對你對我是偌爾重要，所以將心歸予上帝，第一個功課就是要約束家己的心。除了我靠上帝以外，也阁要求信心，上帝帮助咱，用坚定的意志来约束家己，约束家己，将心归予上帝。第二个，要将心归予上帝，就是爱常常受到上帝，也就是讲，爱常常受到上帝，伊毋望我安怎做。爱常常受到上帝，伊毋望我要安怎做。现代人拢真无用，常常拢会听到别人讲啊，当我有闲的时候，我才来做这；我才有闲的时，我才来安那。各位，咱敢真正到无闲到无时间做咱想要做的代志嘛？有一句广告词讲：再忙也要跟你安那。要喝咖啡哦。喝咖啡的时间到了，谢谢哦。再忙也要跟你喝杯咖啡。是啊，当咱开始约束咱家己的心，会当真心摆在生活优先次序的时，咱就会发现，原来也够有时间呢，原来咱也够有时间呐，各位。就是咱生活伫真无闲、真混乱的中间，
咱搁较需要爱常常受到上帝来帮助咱，转到大生搁重要的代志顶悬。也就是讲，当咱伫一件搁线接一件的代志中间，咱伫真无闲的中间，咱要对这中间来抽出一点点的时间，咱来受到上帝。譬如讲，咱工作中一件接一件的代志，咱总是会停落来啉水吧，咱总是会停落来伸个懒腰，只有几分钟休困的时间，咱就受到上帝。甚至咱在单车、咱在坐车、咱在行路的时，拢嘛会当受到上帝。其实咱真侪人，咱拢有坐捷运，咱伫捷运内底拢看到真侪人，无论徛咧还是坐咧，拢嘛在做低头族，在滑手机对无？在看手机啊。其实咱嘛会当利用看手机的时间来受到上帝。所以咱应该提醒咱家己，咱是属于上帝，是互上帝分别出来的人。别人会当安尼用这个时间做这个代志，咱有另外的选择，咱却会当利用这个时间，咱来受到上帝。甚至伫这段时间中间，咱也会当甲上帝讲话，会当讲主啊，我感谢你，主啊，我爱你，主啊，请你来帮助我等等。只要常常做惯势了后，咱就会当将咱处理的人，将咱的工作，甲上帝结连做伙。无得甲只有几秒钟的时间，无得8分钟，还是1分钟，就利用迄个短短空档的时间，咱来受到上帝。各位，假使咱徛伫上帝立场，咱来受以下2个情形。第一种情形，咱每一天有固定的时间，用1点钟、60分钟哦，咱来灵修、来祈祷、来亲近上帝。等咱60分钟到啊，上帝时间到啊，你点伫厝里，我要出门啊。咱就伫一天的中间，咱所有的时间拢无受到上帝，因为咱将上帝放伫一边，完全无受到上帝。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时间，第二种的情形，是讲伫一天的中间，上帝足歹势，我只有10分钟到20分钟尔啦。会当读圣经，会当祈祷，会当灵修来亲近你。不过即天其他的时间主你拢甲我做伙，因为我毋茫会当常常利用空档的时间来受到上帝。甚至在食饭的时，在运动的时，在坐车的时，咱拢有空档的时间，咱拢会当受到上帝。亲爱兄弟姊妹，这2种情形，你认为上帝比较介意倒一种？上帝比较介意倒一种？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3章第20节有讲，使徒保罗甲咱讲，恁着注意顶面的事，毋通注意地上的事。亲爱兄弟姊妹，互咱学习。常常受到上帝，常常受到上帝爱我安怎做，利用时间来亲近上帝，伫日常生活中将咱的心归予上帝。双连教会会友真幸福，有各种年龄层无同的宗教信仰的课程。咱伫礼拜日早起有儿童主日学，咱拄则有看到。阁有几啊班的新人主日学以外，咱伫周间有蔡牧师的查经班，有牛埔庄的查经班，咱有小组、有团契、聚会等等。只要咱愿意，一定会当帮咱家己信仰的性命搁较成熟。特别伫教会教育事工奉献主日的时，咱毋但只有金钱的奉献。咱也爱奉献咱的时间、咱的才能，不断装备家己，互主来用。所以牧师要鼓励大家，在亲近上帝学习顶悬，爱继续追求，参与咱的教会无同款的教育事工，互咱一天比一天更搁较亲近上帝。
咱要怎样伫生命顶面来起造家己，将心归乎上帝呢？侪兄弟姊妹，伫礼拜每礼拜对主日的信息中，拢有领受。不过，咱嘛真容易拢袂记的。所以牧师要建议咱会当对每一届的主日讲道，或者是周间各种的课程，甚至每一摆的聚会中，咱每一摆只要抓条一个信息的重点，抓条一个就好，一个信息的重点。我今仔日有几个重点？两个嘛吼，我拄则有讲两个嘛吼。你只要抓条一个就好，抓条一个，咱的内心只要记牢迄个信息的重点，咱就有一个属灵操练的方向，会当帮助咱去亲近上帝。亲像今仔日的讲道，咱要抓条一个重点，就是爱常常受到上帝，常常受到上帝。等今仔日礼拜煞，咱转去了后，伫你的工作中，伫你的生活中，咱就利用时间来受到上帝。真侪人抓做要做一个属灵人真困难，其实要做一个属灵的人无困难，困难的是啥物？咱是毋是会当有恒心毅力坚持落去？愿咱做伙立志，对今仔日开始。每一天的生活，咱拢会当受到上帝，常常受到上帝。对早起目睭闭紧，咱就感谢上受到上帝，上帝也感谢你，收拾阮新的一天。咱要食饭的时，哇，看到桌顶的菜色美牛遮尔啊澎湃时，足毋茫甲别人分享的时，咱嘛会当安那？上帝啊，做伙来哦，甲我做伙来食饭哦。等等，咱会当邀请上帝，甲咱做伙来做。逐时逐刻，咱拢受到上帝。相信过一段时间了后，咱一定会哪来哪亲近咱的上帝。所以今仔礼拜煞，咱转去了后，咱就做伙来学习这个功课。每一天、每一刻，咱拢来受到上帝。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将心归乎上帝。对今仔日开始，将心归乎上帝。每天灵修，时时刻刻灵修；每天亲近上帝，也时时刻刻亲近上帝。将咱的心归乎上帝，也愿咱哪来哪听咱的主，互咱的生命会当显出主的荣光。咱做伙来祈祷。天父，阮的主，我要搁一摆谦卑家己来到你的面前。主，阮知，阮是你所创造，是你所疼。主，你从来拢无毋茫，阮会当为你做啥物？你爱的只是阮会当将心归乎你。阮意爱你所意爱的，阮欢喜你所欢喜的。主，互阮会当体贴你的心意，会当照你的心意来行。主，就恳求你祝福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学习常常来注意你，常常来受到你，互阮逐时逐刻有你甲阮伫底，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就求主帮咱，求主引带，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牧师的勉励甲教导。咱下面咱要吟回应诗，圣诗338首，圣诗338首。愿我为哪听你，我主基督，请起立。
接续儿童主日学的国小组甲幼稚组要用诗歌来献诗。因所要献的诗是至圣全能的天父，第二首是感谢天父。这是儿童主日学的国小组。下面是儿童主日学的幼稚组，下面是儿童主日学的幼稚组，因所要来献的诗是第一是加油耶稣，加油耶稣。第二首是我要学乐，我要学乐。
伫老师真认真咧甲因教导下面用真水的歌来献给上帝。咱即阵真古锥的细囝老师真认真拍拼咧甲因教所以用真水的歌来献给上帝。不过有一条唱，尾下即条歌大家听得较清楚。头前迄条歌是外国歌所以听较无这是较可惜的代志来，咱过来，咱说入去，咱要来下面是奉献未奉献的大声，我要代表双年教会来欢迎今仔日第一摆来到阮中间的兄弟。恁若伫外面无填内面的留名卡的，请恁座位头前有内面的留名卡，请恁填好势，交互阮收奉献的执事，互阮有机会通来介绍你，也熟悉你。奉献是基督徒应该尽的责任所以咱若在座有对第一摆来对奉献的意思无真了解，请你免勉强来奉献，多谢。三个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你赏赐阮最多，互阮拢无欠缺。主，阮即个时阵伫这徛伫这面前，甘心将阮家己来献，互你来使用，也将阮所赚的淡薄金钱献伫你的面前，做教会事工的使用。阮安尼感谢，奉靠主耶稣名来求，阿免。
请坐。下面我来报告，请掀开周报第5页。本会消息，本周的特别事工，今仔日是总会所定定的教会教育事工的奉献主日。3场礼拜中，拢有儿童最学的宣教营的学生，甲咱的最学学生来做伙来参与。伫礼拜中间有演出戏剧，也有合唱团儿童最学来献诗。伊原有儿童最学的学生来参与读圣经，甲读圣经，主真欢喜呼吁咱的兄姐共同为着教会的最学的教育、甲门徒的培育、灵性的塑造、甲生命教育的事工来关心，大道奉献，也借这也感谢这老师辛劳对因真好的教育。来，第2点是集体关怀。本会会友王元妮姊妹伫10月初9安孝主怀，也定伫10月24，就是本礼拜3的上午9点半，伫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的景仰楼的2楼至善4厅来举行入殓礼拜。伫东港的下晡点半，伫咱本会7楼的礼拜堂举行个别礼拜。有缘本会会友罗如钦兄弟，也就是陈美仪的先生，伊伫10月12日安孝主怀，咱要定伫10月25日本周四的上午8点半，伫新北市三峡的三峡星花园明德厅来举行公祭，请兄姐拢来关心大道，也愿上帝安慰遗族。第3点，中央敬乐的主餐，伫下礼拜日10月28日下礼拜日的第3场礼拜了，咱要伫迄个丽苑会馆来主餐邀请本会年满65岁以上的在职的会友，拢踊跃来报名参加。报名请向陈美仙干事。另外，阁有装备委员会吴部长讲义所的消息、宪法委员会的消息，拢记在伫咱的周报中间，请咱做伙来看。咱做伙退场了，大家家己来看，来第来参加，也做伙来关心。下面咱要来欢迎来宾，请四牧师。这是我要代表咱的教会来欢迎第一届甲咱做伙做礼拜兄弟姊妹。第一位是黄秀娟姊妹，伊是咱淑芝姐的朋友吼，秀娟姐吼，咱真欢迎你吼。好，来请坐吼。第2位是温慧芝姊妹，温慧芝姊妹坐伫这个所在吼，咱嘛真欢迎吼，欢迎。第3、第4位是柯成发、何瑞英夫妇，先离开了吼。OK， 好，没关系。第5位咱要来欢迎是谢惠美姊妹，谢惠美姊妹吼。谢惠美姊妹甲谢富美姊妹两个吼，惠美甲富美两个姊妹，咱欢迎吼，欢迎，请坐。煞接要来欢迎林凯萍姊妹，伊是名为姐妹的吼朋友，欢迎吼，欢迎，好，请坐。煞接要来欢迎是邓任尧弟兄跟林嘉一夫妇啦，吼，还有2个小孩，坐在哪里？在楼上，在我们的11楼，在11楼，我们欢迎11楼，欢迎你们请坐。煞接要欢迎是黄明仁弟兄，也是美旭姐的朋友来在这边黄明仁弟兄，来欢迎
还有一位孙秀红姐妹在这里哈，我们欢迎哈。好，请坐。好来。啊，还有人第一届甲咱做伙做礼拜，总是咱无写着留名卡的有无？无吼。安尼愿上帝祝福大家。若是咱有需要祈祷的，等下礼拜煞祝祷了后，咱会当来头前，咱有同工的做伙替咱做伙来祈祷。咱要做伙来念散会诗，散会诗是516首。这时礼拜特别煞，这时礼拜特别煞，吟诗煞，请牧师来祝祷。咱做伙来领受主的祝福，愿咱做伙来领受信心的帮助，互咱来约束家己的心，也将心归乎上帝，常常来受着上帝，伫咱的生活中，甲主同行，为主做水的见证。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叹、信心的感动，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且坐，密道声温，强受差遣。